我们做这个凌晨要大概3、4点就起来做了。我今天3点起来做，那就现在的话有蛇肉了，蛇肉大概500个。这是我女儿啊，她就从小时候就4年级，她就帮我了，所以她就帮到现在，她比较熟了，比较会做了。因为以前呢，我请很多人呢，最多的话大概有16个人，就太多了，我没办法，我会受不了，因为员工可以睡觉，我没办法睡觉。会心疼啊，就是他是想要赚钱啊，然后买房给我跟弟弟，然后就一起住什么的，然后就是不太会擅长表达自己。对呀。这是为什么？你是想到妈妈还是？就觉得妈妈很辛苦。Tôi tên Nguyễn Mỹ Lan, lấy chồng sang Đài Loan được 21 năm mà. Tôi ở Tân Chúc, tôi có mở tiệm bánh truyền thống của Đài Loan. Bánh tự tay tôi làm ăn rất ngon à.来，欢迎光临啊，请进。哦，嗨，很久没看到哦。很久没好。很久没看到，来来，坐。哎，坐。对啊，今天刚好我有抽一点空来看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潘主任，就是潘代荣。他是我的恩人。哎呀，摸了，不玩谁呀？哎呀，你知道我最喜欢吃芋头啊。所以今天我就抽个空来要看那个我们的恩人。请坐。很感谢你，很感谢你。好，来。好。哎，这我山上种的啊。还要特地切水果。哎呀，弄得好漂亮的。这美兰好久没看到你啊！有时候要找你，要前一阵子跑回去越南啊。对啊，刚好疫情呢，都没有回去看妈妈。对了，你也比较辛苦然啊。后回去看老人家一下。啊，对啊，太好了，好厉害，很强哦。啊，都是。美蘭街下係哦，差唔多19年前，家佢生意唔好，叫公司加拉伙賣太多，講去做嘅又手工蛋糕啦，啊。我家妹係對兩中年過時啊，家妹老先生講，我看我媽嗬安心苦種嗬，又冇埋少嘢啦，看佢等嘢來，秋中萬年啊，仲用個山河來寫本先生啊，先生講，咁咪就該火氣計劃移民署該咩？移民署講，你新竹縣服務站你了解一下，我就嘢光復路，我看佢當辛苦啊，佢加拉伙錢啊！好多錢呀！你講做辦理辦產，佢快通快啲買嘢就冇錢啦，嗰時仲係啦，嗰時
我用头擺熟食到嘅工廠啦，也係從嘅引動啊，也係推薦啊，韓國嘅消防局啦、警察局啦，那因為我自家出錢啦，我去賣啦，賣了介紹你同我講，拜託你啊，你都遲到好適啊，望我哋嘅微蘭啊，同捧場一下啦，確實要3萬做嘛，人南國啦，重慶人3萬嘅，其實少啦。对，因为中秋节的，然后客人很早就来买，所以带回去拜拜。就我们就餐点，平常也是餐点会做了。这个今天做第8轮，一轮的54个。正常的话400多个，那个如果有加热那些的话，订单的话要1000以上，1000个以上。我们蛋糕我们家店有4种口味，然后最好的话就是原味。这个我要用给蛋糕平均每一个都一样。不然一个大一个小，我们又那个烤又一个熟一个没熟，所以我要看给它均匀。对，我一个人可以全包，从头到尾。对啊，对我蛋糕我很有信心啊，因为我来台湾，然后我做那个去打工，我想说，那我把技术学下来。记到脑袋里面去，然后后来某一天，为什么我是时间开？我没想到什么啊，我没想到开出来什么没客人什么之类的，然后时间开，因为那时候刚开的时候也有不懂，给消费者知道我们蛋糕好不好吃，然后慢慢的做得出来，然后慢慢的学到给消费者会知道好吃。你講咗耐啦，肯定幾隻3萬啦。我看三師啊，佢做緊未講輕鬆咧，只下個要錄到，你冇到送貨講嘛要差貨，唉辛苦啦，佢做咗看見就當好啦。佢嘅家老公咁咪熟食嘛，有中行人呐，家老公老成人呐，要很別做生意難呐。他很会照顾我，有时候我忙我没有关心他，他还是关心我，而且发紧急不然打电话问我，米兰现在怎么样了？不要做太累太忙啊，要好好休息啊。他很会照顾我，而且以前他还在人民署上班之后，还在哪里开会什么的，一直发简讯，你带来这边几个，他去帮忙请人吃，然后他自己口袋拿钱就来给我。这个生意归生意啦，对啊，是这样，人家也辛苦做的嘛，所以辛苦做的。所以真的，他非常是我的大恩人呐，就是永远不会忘记，脑袋心里还是他对我大恩人。你太客气了，不会忘记。客气了，也是机缘呐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你那个女儿写那个给老师的话，可能我也不知道嘛，那个就是那个主任。是黄主任吗？他现在应该也退休了。老师不知道叫什么老师。当然老师在跟那个主任讲。因为他退休了吧？应该退休。好，要帮什么？那你把油加进来，一点点就好，加这边。好。然后这个蒜头，这个蒜头放一点点。好像国小6年级他就会煮了，他自己都会煮，煎那个蛋啊、荷包蛋那些自己煮来吃啊。因为那时候我很忙啊，我没办法煮给他吃啊，他就直接下来煮，他自己吃。对，
平常中午就是我跟妈妈还有妈妈的朋友，然后就一起煮来这边吃这样子。弟弟不会跟我们一起吃，他不行，因为弟弟在他吃不晚上，惯他是晚上上班，所以他中午就在睡觉，没有跟我们一起吃。不然拿这个袋子闷起来的，就带不住啦。啊，拿那个。我越南的人家真的非常很富常，都是很松，就是没有嫌就对了，讲明白就没嫌。然后我想说，我朋友那些来台湾，可以把家庭改善。然后我就看到别人这样子，我也是想要嫁来台湾，还有帮忙妈妈。然后我想说，可以来台湾工作，然后赚钱，寄回去给妈妈还钱还债。ở đây chứ. Cơm đi, cơm đi. 可是我们南越比较清苦啊，然后想要可以去改变我们的越南的家庭，我们就胆很大一点，不管了，嫁过来再算，嫁过来我拼就好，我拼就好。我说我自己，别人我不知道，我只拿我来说了，拿我来讲。我那时候，我老实讲，我不管不是我先生，别人也 OK 了，只有人愿意娶我，我就过来。Bác có rồi. Không, cơm đi. Cơm. 对啊，有时候我工作很忙啊，没有固定时间吃。中午有时候12点，然后有时候1点、2点。对啊，不一定啊，忙完再吃。比较多人一起吃饭。为什么？因为比较热闹啊。因为他那个以前上班就是早上上晚班都要到早上，然后就是他不会陪我们吃饭啊，然后都是我跟弟弟在家里自己吃完的，就这样。我以前还没开店的时候，也一样没有时间顾小孩。老实讲，我儿子他中班，我带他去学校哦。我买1瓶那个羊奶跟一个三明治，因为我儿子以前很爱吃。然后我买好就6点半我就带他去学校门口，可7点40分老师还开门哦。可是我教他在那里，他很乖哦。我说你在这边等老师，妈妈去上班。就是他们2个姐妹在那里等老师，一个大班，一个中班。就我们的越南，你看，网络就有会看了。干嘛了？qua liền, ok. Gì ạ? 以前像20年前来台湾又有工作证，还可以去上班。对我来讲，我很急，没办法等，所以我就偷偷去上班就对了。对，我先生也是阻不了我。然后我去上班的时候，本来人家8点上班到5点下班，可是我做到8点到9点到10点。有时候我先生很生气，也有时候骂我说：“你把你的人卖给工厂好了。”新州人来講啦，最早期係人呢好多，再好多呢，因為記得嚇多少會講黑啦，比如講係人呢嘅三球樣嗰啲全部黑嘅嘛，所以佢嫁過來去接觸做的。到呢嘅公婆啊，也係家老公嘅啲溝通啦。咁過來講要好又要快嘅啦，用班講咧，記得過來啊，過得好啊，風口啦，一過唔好啊，嗰實際講也係蠻多啦。因為啦公婆嘅度用班人去溝通嘅度，有咩動態問題呢？保姆是人啊咪人都多。記得主要係嫁過來啦，嫁過來
啊，我们是让他们有好多的啦，比讲个人要多。以前我刚来，我还没开店，我跟我婆婆种菜呀、种菜、拔菜呀、浇水啊，我都会做啊。我婆婆非常疼我，因为我来好像有缘还是什么，就是后来我煮东西还是照顾她，她非常满意。我婆婆在疗养院的话，我就做2班啊，做2班啊。白天跟晚上啊，我不管，我不会挑什么工作，我会往哪边有钱，我先做那边，先顾那边。然后我朋友问我要不要做蛋糕，然后我说好，他就带我去竹北那边上班做蛋糕。我看到我蛋糕又好吃又干净，然后我做那个材料那些我就记起来，我脑袋记起来，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我叫我妹妹先开了之后呢，我妹妹先开4年，然后后来我还是继续打工，我后面我想说永远是打工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实践出来就是开店这样子，一开店出来。其实不简单，我想说一开出来会跟我老板一样，很多人排队，很多人来买。结果我一开出来的话，根本没有客人来买，而且客人也不知道我的蛋糕好不好吃，都是一天卖不到200块的，200块不是200个蛋糕，一天做不到200块的，200块只有3个蛋糕，就有时候卖不到，就是。真的差不多2年，然后刚好移民手过来，然后他们就把我包子又炖出来，趁这个机会我就努力，这样子刚好包子做出来了，就是开始慢慢客人就到了，就慢慢客人就一直来订蛋糕了，还有一些客人说，打电话来叫我鼓励啊，要加油，不要放弃，一定会做得起来的。然后我就听客人啊，哇，那我就一直努力。所以每天算好客人卖多少，我们做多少，就是卖完当天就好。隔天的话怕不新鲜。我要去彰化，我去我妹那边，对啊，然后我带一些东西给她，蛋糕里面就卖一卖。对，因为今天礼拜6我们员工休假，所以妹妹来代办。对啊，所以她不能去。所以你的店1年365天都没有休？都没有休，对，过年过节也没有休。就是员工在休息的话，就是我女儿来代办。对啊。我开车比较快哦，跟我个性一样，所以工作很快，开车也很快，吃饭也很快。因为我想说，男人做得到东西，我一定要学得到。我的个性这样，别人做得到，我会努力会学得到，因为我个性好像男生这样子。3个月前我有跟我妹讲，我说要不要回去？我妹说，回去还要回来台湾要隔离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妹妹说不要。那个我妹妹就是我嫁来刚好2年多，然后有一个我阿姨的女儿，就是算表妹了，她把我妹夫带过去，然后娶我妹妹，
嫁到台湾来，嫁到那个彰化那里，就是从那时候就我们就一直联络，就这样子，就很高兴，也很放心啊。就是有一个妹妹在台湾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什么就是难过的话，可以跟她聊一聊啊，聊好就过去了。有空就常常去找了，有时候会带东西给她，我常常去找她了，因为她比较忙了，我还好，我很忙，可是没有像她那么忙，所以我就一直去找她。哎，不用了。哎，就放哪里？信有冇？哎，保证呢？在后面。妹妹，就是她女儿，她姐姐吗？儿子吗？变瘦了。帅哥，đi đến hả? Không sao đâu, bình tĩnh. Trời ơi thì nói đó, gọi điện nói mà không thấy. Trời ơi thôi chạy đâu có được, phải lau tay thì lau sao mà. À, 这是我妹妹。哎，这是我妹夫。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太热，会发热。怕那个烤箱的热就出来，让它眼镜。然后会比较干了，那个会被烤箱的热度弄干。你们是比姐姐还早开，对不对？哎，是。你们开多久了？几年了？应该10几年了吧。真的很拼呢，不是随便做的。那个别人是1天8小时，我们1天46小时呢。以前工作是这种水的，很多人都在讲拿面头拿个比拿面粉无同。啊，边仔共款爱拿，土水8点钟就休困，这就是爱做时间较长。我们就是之前也是全年无休了，这一年才有办法，就是有休息，就是1个月休息2天了，不然我们做差不多10几年，差不多10几年都全年无休了，都没有休息。我们姐妹比较吃苦耐劳了，因为他就有1个人而已。那我们这边就是刚好我老公我婆婆去帮忙了，我比他们就好，就是有人帮忙就好一点了。没有给个拥抱，我的亲家母，我妹妹的婆婆，嘿，因为她耳朵听不到。他耳朵听不到，要一个拥抱啊！哎，也是会呀，看他也是很辛苦了。哎呀，1个人带2个小孩，还有做蛋糕、布店什么那些，也是他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常常跟他说鼓励加油啊！不知道什么讲，因为我们来是很远呐，不是附近而已，只有帮忙什么，所以比较远就没办法帮什么。没办法办。那时候我没有想那个偶像来台湾赚钱那么多，我是想说，在台湾赚钱也是在台湾花的，不是在台湾
装好了回去花都一样意思了。我就到这样子了，因为我没办法，我妈就逼我过来接过来，不然我不想接过来。到现在我还心里很气，到现在我心里还很气哦，真的，我不喜欢接来这边。接来这边有小孩也没办法，有小孩了也是要生活，要家庭，要认真，也是要下去拼了，要下去拼，要生活工作养小孩那些。它这是蛋糕里面面包和巧克力像这样。特别口味的都比较，因为它口味是陆续做。可是最好的话，我老公蛮不错的，他很棒。外面都说啊，娶外籍的不好，什么不好？其实都是要夫妻互相啊。来都说啊，他们不好怎样？啊，对他们不好，当然他们也会觉得说啊，你们都歧视我们啊。当然他们也是会心里也是不好受。啊，我都觉得台湾人跟越南人一样啦，有好有坏啦，没有那个全部都是坏，全部都是好，这不可能。我们都自己都看他没有了，谁会看他有？就是这样来啊。对啊。现在来这边就是19年，变习惯了。因为我很少在外面交朋友那些了，所以我都整天在这里工作好了，有时间就休息好了再工作，这样很少出来跟朋友一起那个去玩还是什么那些，所以我讲国语没有那么好了，都是工作认真赚钱，养小孩比较重要。rút chặn qua cái dọn nhà. Chỗ này nhà đây nó được luôn. 都是我的那个朋友，我的那个侄子，中秋节的都大家一起来烤肉这样的。我们越南的是那个中秋饼，没有说要烤肉这么热闹这样子。对啊。只有我们来台湾就学到我们台湾了，然后中秋节做个热闹，烤肉来吃。对啊，不吃牛吃虾吃。còn cái kéo nữa rồi. 我们就来台湾就赚钱就赚。你在整没整啥？看看就赚多少就我们回越南了。我们就很喜欢就来台湾这个赚钱了。一个人这个都不一样工长了。这个中秋节我们可以来一起，这个我们都有可以休息，这个我们来这边这个烤肉了，一起。太阳这么大，就这些。来，弟弟坐一下，很热，真的很热。来，这个是我儿子。对啊，弟弟都是在外面那个打工，还有在读书。弟弟在外面打工，很少在家里。刚刚佩仪熟了吗？弟弟熟了吗？没有没有。现在是念大学1年级，刚升。那11号要上去做准备，就搬东西之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工，还有或者是出去跟朋友聚在一起打球之类的，比较健康的活动。因为有点热啊，今天应该有点热了，而且又他们又很热。我16岁吧，我可以打工年纪我去打工了。我应该高1下学期就去打工了。对，然后我不习惯做这种蛋糕的活，我比较喜欢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像是便利商店第一个选的嘛，第二个是我没做过吃的，我就想去做串烧店看看，刚好我那时有一点兴趣。那现在的话，我想说我还没做过饮料店，我就想去饮料店开发自己的新兴趣。对，
miếng bò cũ kìa. Đấy, không miếng bên này. Rồi đi hát cho anh để đi。姐姐跟她感情比较好，我的话就是还好，因为我比较内向，所以我就不会跟别人聊我心里的想法，或是说什么事情，所以我大部分都会闷在心里，除非真的有事情，我才会去跟他讲一下。如果是以前的话，可能会多希望他陪我们出去，或是什么这样环岛，或者是就到处走，就是到处看一下。可是现在的话，我就不会强求。现在我想我一个人也可以，对。所以这一阵子，因为我开店，我想把他们两个培养感情来，因为以前我没办法跟他培养感情，就是他们比较跟我有一点远一点，没有接近。现在回想很可惜啊，可是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没办法回头了，所以就是现在要自己要努力培养孩子啊。神秘馆。别有些个女生就不吃了。没有人这样吃的，谁一直吃啊？就吃啊，很神奇啊！吃这个不会酸了。真的。没有，买控肉饭瘦的。买给爸爸控肉饭，就客家饭菜都可以，就是不要有那种炸的类型，他就不吃。爸爸吃比较养生。就吃这些，谢谢。每半个月就会回老家去看爸爸。爸爸的个性就是算严厉的，就是他以前会逼我们看书啊，然后就复习功课这样子，他就觉得说，读书才有出路，就是如果你没有读书，就是没有好工作啊，然后不会有好的事业这样子，所以他一直逼我们读书。但每个人有自己的兴趣啊，自己的兴趣应该比较重要吧，做得开心，然后又有拿到薪水。我爸比较古板，所以应该是，所以我很多东西都不会经过他。像我会跟我妈说，我是经过他，或是自己决定。如果是跟我爸一起做的话，就是。我做了，他不要，那就换我死定了。对，现在应该不会，以前的话倒是会，以前会拿东西打我，现在就不会。那就真的很老古板了，就是就是很以前年代的想法。现在他脾气有改了啦，所以我觉得还可以聊天啊什么的。这边，那我等一下可以跟你一起进去认识一下爸爸吗 ？OK 啊。从一开始就养成这样子的模式吗？没有，是他们后面吵架分居，然后才这样的。OK 啊。好，走。小黑。他会咬我们吗？应该不会，但这只就不确定了。哪一只？这只。那你要把它抓好哦。有啊，他有跟我做大概5年。我先生年纪也大了，然后他想要休息了，而是我一直自己努力做，他很生气，
因为有时候我教他1点跟我做，1点跟我一起起来做，然后他说他年纪大了，他没办法，讲比较不好听，好啊，你不要做我自己做，那你不要做你就走开这样子，然后后面他就不要跟我做了，然后后面就各住一个了，他住他，我住我的。哦，他就住这边。对。啊！哎，哪里？哎，爸爸不在啊？对啊。哎，傻眼。还是他去散步了？爸。因为我跟他差别13岁，我为他来讲的话，因为他也是有年纪了，给他休息没有关系，我自己去做，就是互相的默默的关心啦，没有说要讲出来的，对，都不会讲出来。有时候我也是教好久，回去看爸爸啊，还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说你们买东西回去给爸爸吃啊，还是请爸爸去吃饭啊。我爸嘞？什么？在哪？嗨狗，你好，来拍摄拍摄。我们是那个哈嘎电视台，我们来拍摄那个太太，我们是活力新故乡的节目的团队。不要拍。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只是跟女儿上来看你。对呀，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有空肉饭。女儿她想上来拿水果啦，你有帮她准备水果吗？有。拿了，爸爸给了水梨。你就拿个水果就好。就平时应该会再多聊天，但是因为有这么多人，他不习惯。没关系啊，我们在外面等，你要不要跟他聊天一下？我们不进去啊。我不知道他要聊什么吧，就他会问妈妈这件情况，但是他今天好像没有要问的意思，应该是有外人的原因。没关系。OK， 我放下水果。跟他各住一个3年了，可是我没有提出来说我们要分开呀。我心里想啊，以后如果他年纪大，如果他有就是意思说是你老了，就是手脚有一些不方便，我还继续照顾他。现在在做的话就是狗脚味蛋糕。现在做的是要分装，让妈妈比较好修形状。有些量就是太多或太少，就要补给那一颗。其实我的兴趣就点心类或蛋糕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我还有帮他拿到证照。因为妈妈希望我拿到证照，烘焙证照，然后我有去考，然后有考到。他不会气啊，他很支持我读什么科系。我想，我做这个很累，可是我很开心。我想他以后让他做什么他喜欢做的，他喜欢做什么，我会支持他，就是给他鼓励，给他继续做。他闷就闷开心就好，像我一样啊，我做了其实很累，可是可以把他们养大，我就很开心。这是跟我做的大概5年的我们的柜台的小姐，
对，个性的很温柔，哎，做的非常很认真。刚刚有一个客人，他打电话来，他说改地址吗？这个你寄出去了没？看一下。我来台湾我没有学到中文，所以我一定要请我们的台湾的来帮我顾柜台。他也是很忙的，接电话啊，还看网络的订单啊，还有里面的包装啊，出货的单都是他在电脑里面他在管。就是量比较多的时候，然后我要跟他说大概一天要做多少，对，因为那个订单有那个出货的天数限制，所以就是先抓一天要出多少的量，就是怕前面就是出太多，然后后面又没工作，所以就是要平均。零头，我要一个原味的，需要袋子吗？要。晚上没有吃完，麻烦请早调起来，然后冷才可以再4天哦。收你一把，谢谢。那时候我妈妈在那个隔壁开餐厅，然后我就是带我儿子散步，然后就看到门口有真人，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女儿要上幼稚园了，所以就来应征看看，想说离那个很近，然后就没想到就做这么久了。我没有看过这么拼命的老板娘。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没有店休，然后是老板娘有回越南才有店休，然后过年也没有休息。然后老板娘很认真。她还有2个小孩，因为2个小孩还就是要上大学，要很多钱啊。对啊。没念书是因为太贵了。学费啊，还有选修加起来要快要5万，然后他一定还会有食材费，就可能不止5万这样子。这一笔钱我会觉得是增加负担。我怕他跟我一样，会出去会什么都不懂。我怕他不懂的话，他比我辛苦。我不想让他跟我这样的辛苦了，所以就我一直叫他尽量去读书。可是他说我太辛苦了，他读书大学要很多钱，要4年要很多钱，那他就不要读了。资源比较多，要帮妈妈，看他很累啊，然后要赚钱什么的，就想帮他。就是希望他不要做那么多啊，可能那1个礼拜后就是几百颗以上的，然后他自己也忙不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减少一些蛋糕量，但是他都没有，就是拼命猛做，所以就跟他讲说还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自己很累啊什么的。会心疼啊，他就想要赚钱啊，然后买房给我跟弟弟，然后就一起住什么的，然后就是不太会擅长表达自己。对啊。这是为什么？是想到妈妈还是？就觉得妈妈很辛苦。但都没有跟他讲过。有听过爱要及时这个事情？就觉得帮他就是一种爱。很好，对，这是一种。怎么了？
我今天我有多做出来那个大概超过20个，然后送给那个教养院，我请他们吃，就是如果我偶尔我会抽个空，我会带过去给他们吃，对，而且他们看到我来，他们很开心啊，就。空位油画，我从开店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我就做10年了，对。平常他们下午会吃点心吗？会啊，会啊。可是我们通常都是3点刚过，因为他们通常是课后不过因为今天大家也都很辛苦，刚刚好。美兰还要帮我做荆棘蛋糕，还有什么蛋糕？对，洛神金跟荆棘。就是我们组在演的那个组长叫那个刘美珠，他常常跟我那个联系，对，可以了，好，好，谢谢。我们成立12年，美兰好像刚开始我们成立的时候送蛋糕来给我们带，然后最主要是我很感谢美兰是，你知道做这样的东西都会有一些的成本，但是美兰她这真的是不计成本，然后一直帮我们做研发。那我们有做了荆棘蛋糕跟洛神花蛋糕，对，那我们也真的是因为有这些产品，我们也增加了我们一些的义卖的收入。对，因为他是新住民那越南这一块他也不分，因为他觉得每一次他来看到我们孩子，他都很感动，好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说这也是让我们觉得美兰这一块部分也是需要我们一起跟他学习的一部分。周经理，好感动哦！老天爷给我身体健康，我很快乐啊！我要去帮助一些身体不健康啊，而且出脚行动不方便啊，那些我们是要帮忙的，有力帮忙力，有什么就帮忙什么啊！等一下哈，一路走过来，我记得我就很开心了，我非常开心。我有今天，我非常开心。我26岁还嫁过来，对，还来台湾21年，对，我住台湾比较久，还是喜欢台湾的，因为到时候我妈妈年纪也大了，然后妈妈也是不可能留在我的身边啊。妈妈会离开世界啊，然后就是能在台湾就留在台湾啊，对啊。我小朋友长大了之后，他们读书，然后他们会工作，会养自己的话，我还是留在台湾，能可以做我就继续做。在台湾2个小孩子，一定要看他们的走下去啊。我是罗美兰，我嫁到台湾20年了，然后一路好辛苦，可是现在我成功了，还有2个小孩子，有很独立。台湾是我第2个家，然后我很爱台湾。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哦。你现在就是一发泄就是那个泪腺。那边走，那边走，那边走。那个厕所。转，不是上面转，这边转，对，转到底，然后重按一下红色 ，OK， 好了，就这。说他都会，你还一直念。搞不清楚。